后来乡亲啊，讲若是定定咧酸痛、这痛遐痛，啊困嘛困袂去，小心是得着公主病。伊正式的名称叫做纤维肌痛症。30岁到50岁女性上会去带着，除了食药之外，做瑜伽、做春轮的运动，拢会当来改善。也毋过若是定定安尼来起痛，痛3个月以上，找袂出原因，而且已经影响到记忆甲困眠者，上好爱去找医生。休困的时，倒咧看手机啊，搁兼熬夜。上班的时，一日办公室规工嘛无做初动的。毋过40岁这位陈小姐，最近半年来，感觉规身躯咧听了困无醒会去，医生看足济啊嘛无效。福建科一个检查发现讲，得着纤维肌痛症。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就是觉得身体好像到处都在痛，然后肩颈很紧这样子，渐渐的觉得说，睡眠有受到影响，就是整个睡眠品质很差。纤维肌痛症发生率差不多是2%到6%，较有发生伫30岁到50岁之间，女性较济。除了身躯一个磕到就感觉会痛，佮时常会感觉真忝无精神，所以讲被叫做公主病。中枢神经系统若失调，还是伤忝，拢有可能去治疗，会使透过食药啊，还是做定期的物理治疗来改善。把肩膀固定住。接下来的话，请他左手。上来，然后挂在头上面，然后这样坐正之后呢，我们把头往左侧边带过去，伸展到左边颈部这边的肌肉群这样子。然后伸展收后的话，可以停20到30秒的时间。纤维肌痛症目前也无都透过医学仪器来检验，直接找出病因。也毋过若出现类似症头，都要提高警觉。慢性的痛痛若超过3个月，你若找无其他的病因，规身躯痛了，记忆变较歹，困无醒会去，大小便的状态有改变等等，这都要设置，唔通去治疗公主病。